米其林来到台南呢，其实是对我们餐饮界来讲，也是我们观光产业的一大盛事啊。因为所有的民众他来到台南哦，他可以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亮点的选择。所以就这个过去有在新的业者的一个互动，以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以及我们跟观光局请教的一些可能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我们整理成一个简报，透过我们这个说明，它可以做一些准备。那这是开始并不是结束，我们还会继续陆陆续续办一些活动，甚至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活动的办理，增加我们的在地的好的业者的一些能见度，让我们的这个米其林的这些评审们可以看到它，那让秘密客来到台南的时候，我们的业者也有信心，也做好准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有很多相关业者都是走在那个刚好要传承，就是要交给第二代或第三代要接棒。那他们需要的就是很充足的那个资讯。我们很高兴，那个国际级的美食指标米其林终于来到我们台南府城。台南府城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一个美食之都。那我相信米其林能够选中我们台南，第一个是我们市政府的努力，当然我们业界一定都是很期待。我们希望可以把台南的饮食版图、饮食美学，不仅是吃得好、吃得健康，富过三代懂吃穿，更能够走向国际的平台。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今天是要来让我们台南市的美食如何能够更获得进一步的这个认证。其实台南美食之都这不需要我讲大家每家各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家店门口都是大排长龙、高朋满座，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的没有争议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还是很强。那与其我们知道这是美食之都，但是坦白讲，我们台南怎么样子做得更激进？就像是我们考试有一份那个秘籍宝典大家都知道什么的米其林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子符合这个规则能够既维持我们的风味特色，又能够维持能够符合米其林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管理上，在食材上，在健康上，在种种的烹调方式，甚至在摆盘上，都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各位交流。希望说大家能够让台南的美食更让世界知道，所以恳请很期待明年这个刚刚我们郭局长讲这米其林的红色手册里面有很多家台南的名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109年度前瞻基础建设网络建制甲维护营运状况的地方访视，25号下晡来到台南的左镇实地查核测试，由邓维忠委员带领7-8位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南区监理处的官员共同出席。包括有线电视、5大电信业者，也拢派人参与，互相验证甲观摩。公厂宽频基础建设是政府、企业甲社会责任的体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25号实地南下视察前瞻基础建设、网络的建制甲维护营运的状况，尤其是偏向宽频街区的基础建设，包括电信业者甲有线电视。分别伫左镇区的左镇国小、甲银河社区来做实地测试甲查核。现场出席的除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南区监理处的官员，还有5大电信业者、甲有线电视代表。伫实际测试过后，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嘛表示肯定。
行政院这边推动前瞻基础建设的那个计划哈，那我们多年来一直持续就是要不停的去建设偏乡这边宽频接取服务。这一次是实质上我们在现场直接用这个 speed test 去量测那固网的那个速度哈，那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哈，它能够到达2 gigabit per second 哈，那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初计划希望普及的一个1 gigabit per second 哈，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满意。根据有线电视业者表示，该公司对民国106年初期投入偏乡的宽频街区基础建设，平均一档建伫200-300公里的光纤。虽然山区偏乡的户数甲人口数并无多，不过网络速度已经提升到2Gbps。有了宽频的基础建设，现场某一位委员关心未来宽频对偏乡长者提供什么款的价值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COVID-19 疫情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冲击，好在台湾将疫情控制稳定，目前各行各业的生意渐渐变好。在后疫情时代，为了加速台南市的经济发展，市府特别办理甲市长有约座谈，邀请台南市商业会以及国友会来进行意见交流。25日下午，在永华市政中心有一场与市长有约座谈会，出席的贵宾有台南市商业会理事长宋俊明，以及市商会会员干部、国友会代表，拢做伙出席，甲市府做意见交流，希望在后疫情时期，带领台南市各行各业来拼经济。这个疫后，当然疫情之前咱有一寡纾困，但是我相信政府应该搁做，有搁较侪当做。所以今仔日嘛讲，就用这个时间，请咱宋理事长邀请大家来，会当咱面对面来甲一寡问题，像讲咱即摆有可能搁较困难的代志，也是讲离职迄个市政府会当马上来处理的协助的代志，咱就会当今仔日咱来表达。我拢有秘密家记录。讲今仔日的时间限制无法度表达到完全的，咱书面会当送来咱经发局，阮会当马上办。即摆就是讲，希望讲咱台南的不管是商业的投资，还是各行各业，拢会当越来越蓬勃。不管是就爱来做咱第三公会所有的理事长，也是代表，派出来代表来和咱的市长、市府遮互动。因为迄个即摆后疫情时代可能有的公司行无，甲咱的第三公会所面对的问题，会当来直接来和市长、和咱的副市长这有关的高层来面对面，等下大家会当针对恁公会所拄到代志，当面对面来发言透过座谈，会当更加了解业者需求，进而提升台南市经济发展。市商会理事长宋俊明表示，与市长有约，希望会当每半冬举办一届，和市府相关局处听看卖基层意见。未来会当拿入市政参考，有官方甲民间做伙合作，相信政策一定当让市民更加有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知名养生食品业者发起宽台做公益活动，这届关怀对象是台南市大北门区的低收入户。26号上午，在南昆新大天府广场发送3000粒的米汉堡，让弱势民众感受到温暖。为冷冻车搬落来一箱一箱的米汉堡，是知名养生食品公司老协珍要来送予弱势家庭的礼物。因为有感疫情，互大家拢过了真辛苦，更何况是这原本就已经真歹过民众，所以老协珍为尽企业社会责任，发起米汉堡环台做公益活动。第3站来到南昆新大天府，要来关怀大北门区的低收入户。今天很感谢南昆生代天府呢来出借这个场地，支持老协珍的米宝送爱心的活动。那这一次是我们庙宇巡回米宝送爱心的第3站。那主要的对象呢是发送给就是偏乡地区的低收入户、弱势家庭。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疫情过后呢，就是低收入户或者说弱势家庭的经济呢其实是更加困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9月的时候呢，开始到台湾发起各地的庙宇巡回米宝送爱心。那这是我们的第3站。
那未来继续呢，会就是继续跟各地的庙宇做合作，然后继续未来的一整年呢都有继续做规划。南昆省大天府董事长陈俊义也特别来到活动现场，感谢老协珍的温暖付出。老协珍公司本着企业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那种精神就人机己机的精神来回馈我们的社会。这个是企业做到他们的社会公益这一块，跟我们南昆大天府一样，我们宗教界也是一样，是劝人向善，然后也是要做这个社会救济社会公益。所以现在大家多多支持老协珍公司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企业。这次总共发出3000粒米汉堡，关怀了大北门区500位弱势民众。老协珍也持续环台做公益，将这份温暖扩散到台湾的偏乡角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面对国内外济完不了起价，桂林区就善心团体发起代用餐的关键活动。一方面除了帮助弱势族群免费取用，另外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去引荐加济善心人士来加入。位伫桂林7家社区活动中心，平时就是一个关怀据点。除了提供长者的关怀照护，另外嘛有供餐，每礼拜1到拜5。一天大约准备40个供餐甲提餐，以及20个外送的便当，予附近的独居长者。面对原物料的起价，供餐的费用嘛对咧增加。对此有善心团体发起代用餐的关键，希望提供弱势族群免费来使用。我觉得社会上真的大家要多关怀一些独居长者，让社会处处有温暖这样子，弱势族群其实也蛮多的，当然民间跟公家方面都能一起参与，共襄盛举，大家共襄盛举这样更好。100份的面是在仁德区，另外100份也是在归仁区，仁德区是在土库东京面店。南归仁区是在阿美卤面店，独居或弱势族群的都能去那边，都有交代他们店家处理的。感谢我们在地归仁咱7家施美朵施小姐的善心义举那能够提供200碗的代用餐，来给我们归仁跟仁德的独居老人或弱势能够来享有这样子的福利。那在这里也感谢了咱施小姐的善心义举。那当然区长这里也欢迎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有更多的爱心能够来挹注，能够来共同关心我们的弱势。下午的关键仪式包括区长以及议员杜素莹加柯玉玲的秘书，嘛拢到场小停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并且关注一批喜会，和社区的关怀据点，希望这份的爱心善行会用持续循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瓜田除了是邻家的故乡，现主时透过开发林科坦，嘛成为台南地方创新的焦点。其中，伫个前总统淡水边的故乡所成立的实体店面，除了呈现所有林炭系列的商品，嘛是青年创业培育的基地。市长媒体伫民政局长丁郎陪同来到阿边主厝瓜田惠安宫来参拜，
特别的，就是现在庙所用的地将当地灵卡炭加入传统沉香，做成特别的灵炭香，希望净化空气，降低对环境污染。同时，嘛将灵炭做成玉塑来过炉，让大家保平安、求健康。一上香拜，再上香拜，三上香拜。收香拜一下，好来按顺时钟方向给它写起来，是哦，哎，是哦，一样呢，好大家客着平安大赚钱，好。当然，市长专工来关田，嘛是要共同发表在地将废弃的灵卡结合宗教所开发的各种文创商品，包括保平安的玉塑、Q 版妈祖造型的开心记号，以及相关的灵卡炭制品，来推广环保循环经济。要让文化传承下去，就是要让年轻人能够越来越接受这个传统宗教礼俗，而不是只是用传统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很开心能够到惠安宫来做这个文创产品的发表。那另外菱角是关田的这个特产，那我们的台南市的市鸟水雉也是过去有叫做凌波仙子，也有叫菱角鸟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很谢谢那惠安宫，还有谢谢公所许多长官大的协助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创商品，那个文创品，而且具有环保意义，具有生态意义、生态保育的意义的这个零碳商品，能够这个让跟我们惠安宫做一个最好的结合。会中包括立委赖慧媛、关田区长陈林伟以及这位议员甲在地乡亲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热烈。其他用在地元素的灵格所开发的文创商品，除了带动经济，而且甲惠安宫结合，卖当吸引少年人的眼光来了解传统的宗教文化以及素质。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新台病院心脏血管内科会当讲是病院第一大次专科，成立超过30多年，培育将近70位的心脏专科医师，不管是服务、教学、甲研究，拢有真好的成绩。而且甲区域病院合作，希望延伸较好的区域，帮助更加侪病人。在国人10大死因当中，除了癌症排名第一。其中高血压、脑血管拢是甲心脏有关系。新台病院心脏血管目前总共有22位的主治医师，算是全院第一大的次专科，而且佮甲区域病院合作，除了照护门诊甲大院的病人，一档平均实行4星内的心导管的检查甲治疗。成大心脏血管科的人力是相当的充沛的，那我们也抱持着跟这个基层的医院等等那这个医疗院所去做密切的合作，那将我们的这个经验那可以分享到各个层级的这个医院，所以我们也跟包括像这个郭仲和、布南、那麻豆新楼医院那等等这个地区或区医院那有做合作。那让他们的这个心脏科可以跟我们成大的这个医学中心级的这个心脏科可以有包括在医疗，那甚至在教学各种服务上面那这个密切的这个合作，那提升这个彼此的这个品质。亲像市长黄伟泰最近身体无爽快，大院检查，家己嘛讲有部分的心律不整，对此医师呼吁，心律不整的原因真多。有症状一定要赶紧来看医生。当民众有心律不整的话，那当然心律不整有部分是有症状部分是没有症状。那有症状的心律不整，事实上从包括心悸会觉得这个心脏跳得比较快或是不规律那甚至有的人会合并头晕目眩。那比较厉害的心律不整，甚至会有这个晕厥、昏倒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当然就是说，民众如果说有这个心律不整的这些相关的症状的话，那当然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那建议呢能够到这个医疗院所，那跟这个心脏科的专科医师来讨论，那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等等。那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心律不整？因为心律不整有所谓的轻微的心律不整，但是甚至有些心律不整是会造成所谓的生命上面的一些风险哈，所以能够及早把这个心律不整的这些这个诊断哈，能够把它抓出来，然后后续做适当的这治疗，那是对民众是最好的这一个帮忙。身为国立大学的生态医学中心，不但研究的量能可观。而且对去年起，伫个新竹的国家实验中心，嘛举办大型的心导管冠状动脉血膜的体外操作练习，借此提升复杂性的心血管介入技术的训练。未来嘛将投入智慧医疗相关的研究，运用人工的智慧，辅助医生来判断影像，协助临床的诊断，提供上适合的治疗策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新老病院日前引进冷式的输尿管电子内视镜，不但重量较轻，而且影像清楚，操作的时阵会当双向270度的弯翘，不但会当准确的找到药剂的结晶，而且配合高功率的雷声，会当将结晶成功的拍碎。新老病院闭月外科洪兆泽医师表示，伫个治疗药剂结晶。一般有体外震波、真皮肾造瘘的碎石、加软式输尿管镜等3种的手术方式。虽然体外震波毋免大院，但对着较大的结晶效果较无好。而真皮肾造瘘虽然会用处理较大粒的结晶，但手术的过程出血量较大。现在有一种软式输尿管镜，会用避免2种的缺点，但患者必须要自费。关于肾结石处理方式，基本上啦，目前是有3种。那第一种当然就是经皮肾造瘘的那个碎石方式。那第二种当然就是体外震波。那第3种就是目前最新的那个软式输尿管镜的碎石术。那当然前面2种，就像如果说是经皮肾造瘘的话，第一它真是缺点就是出血量比较大，那病人恢复时间也比较长，住院天数也比较长。那第二个像是震波碎石呢，它比较没有办法处理比较大的石头，那病人打碎之后，还要再把石头就是等它排出来，相对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效率。那第3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就是说它的软式输尿管镜碎石哈。第一，那它就是结合就是没有以上2种方法的缺点，那它就是可以它出血量少，因为病人不会有额外的伤口。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它可以精确的看到石头，把它击碎，所以效率来讲也比体外震波碎石来得好。医师强调，这种对尿道自然孔道的手术，病人不但无空喙，而且嘛袂有出血危险，适合用伫个使用抗凝血剂的高龄患者。另外，为了避免药剂结晶，医师嘛提醒，平常时爱加啉水，而且避免食过量的盐分。如果有结晶的问题，爱赶紧处理，避免药剂功能损害加可能的感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